咱即马开始挂球啊！你规配俩嘿。挂球啊！哇呢？哎，他们两个在交配。他们交配。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张小，今仔日来挂球啊！行，今仔日要来去新溪的林家草厝的田地挂球啊！因为这条山路敢若会当用行的，所以大家搁爱斗相共挂物件上山。其实还蛮重的，蛮扎实的。张雨莎，你要试看吗？可以。哦，是。走吧。这个所在吼，就是山内有草厝，搁有田，搁有地，吼，这种风景吼，也是这款的环境，已经足侪人拢看得到。最难得就是讲这边都有，囡仔来就会知影讲，咱较早看到册啊，是看到听时大人咧讲的，较早会知。所以我是讲有机会就互囡仔来，互囡仔带大人、带爸母来，会使点点来安尼。我最介意行这条山路，哪行哪听大自然咧唱歌，发现拉里亚的厝，搁有凉凉的水会当说。也毋过行伫山路也是爱注意。抢一抢。跳一个，行较慢就好。你卡软啊嘛？这两边拢是开垦过的嘛，就迄个时大人有讲，因细汉规山拢是地园，所以你用讲这是茶山。我们要准备工作，先跟土地公公打招呼哦。要挂球啊，进前吼，先传3支香，搁3支经，请土地公保庇咱今仔的活动平安。拜好吼，嘛是互囡仔感觉讲，互因知影讲爱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我毋是干那挂球啊挂，阮挂。咱等下吼，大家人来挂球啊的方式就是。先用一支手来摸好，安尼抓一张抓好，抓好以后呢，就正手这边摕格啊安尼，轻轻啊刮就好啊。吼，若手会当摸较大柄吼，就搁加一柄，安尼。大人安尼就足紧，囡仔一摆一摆就好啊。咱即马开始挂球啊！等一下，看先等吧。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你向袂？对，你规配俩嘿。会忝无？张雨莎会忝无？好力。你会当捡涂骹，妈妈等下去帮你收。你无用就刀啊，嘿，你捡涂骹，嘿。咱今仔日是来挂球啊吼，因为这区种球的所在吼是伫山内，爱爬山爬头2公里才会到。早应该是4月拢
拢是种稻仔的田，但是即马留咧山内，佫有咧种的田哦，你若干那做即句。挂稻啊！啊，可有青蛙呢？对啊。哎，他们两个在交配。这个交配。你要来看吗？哦，妈妈的囡仔哪会这么高？章鱼烧哪会这么高？第一厉害，章鱼烧。长久车第一厉害对不？想袂到，我逐工食的香公公的白饭，爱写辛苦才有。无怪阿母，拢叫我夹饭，食好身体，好加载。阿胖老师，敢若叫阮挂完眼睛，这片稻啊，今仔会当休困咯。好胜吧？才8万，哇！好胜吧？这个胜利的标志。爸爸，你有够啦！你是欧狗。第三地附近我有发现大树仔顶悬放红色的绳仔，嘛有树骹用石头对做细金厝，这到底是啥物呢？请问小峰老师，这到底是为啥物呢？人类有真侪民众吼，因拢有一种自然信仰，认为讲哦，大自然内底呢，拢有灵啊，比如讲这座山、这条溪水。哦，这张大树头，因拢有灵，啊，所以因为这款灵，伊会甲崇拜，哦，这边叫自然崇拜。咱台湾有真侪所在，有真侪这个人民吼，伊感觉讲哦，啊，这张青啊，遮大张，这有灵，有灵性就对啦。比如讲，为一条红布啊，等等，来甲拜。伊伫迄个树骹，伊嘛做一个迄个石头，哦，2、3粒石头，安尼起起来扛的，哦，做成土地公庙啊啦。啊，所以用安尼吼，讲这是有灵嘛，所以我直接咧甲祭拜安尼。啊，但是伊嘛有可能这个真简单石头起起来这款小庙吼，嘛是一种土地公啊。哦，认为这个土地山神土地，所以伊迄嘛一种的土地公。啊，总是呢，这是一种的自然信仰。挂好的稻啊，阿胖老师拍在林家草厝的稻埕，这间草厝已经有105年的历史咯。伊迄个原貌吼，阮拢无甲伊改变。有起火有兄吼，伊甲袂生光。你看顶头还有芳树，啊！你看这边遮吼，阮100几年的草厝哦。你看这门拢足久啊，历史悠久的哦。你看伊迄顶头迄拢用黄藤吼写啊，落去甲伊绑起来，所以这拢你看头一层，这拢100几年的迄种，拢用黄藤安尼慢慢啊甲伊弄起。林阿姨讲，天公伯啊有保庇，所以这间草厝到今仔日还阁保存甲真好，所以大家来遮爱珍惜环境。伊阁教我一句话：入山看山势，啊入厝看主人伊。我感觉真有道理。今仔日挂稻啊，真辛苦，真热。后摆我会好好啊食饭，做一个小米的囡仔。你在练我。各位台湾囡仔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阿兄。咱头拄看到章鱼烧去倒位？咱看到章鱼烧去深坑哦。体验啥物？体验挂稻啊！有影吼，挂稻尾啊，就是咱吼所食的一个米啦吼。但是咧，咱千万爱做一个食米，就知影米价人，唔通
通做啥物，唔通做一款食米唔知影米价的人，食米唔知影米价，就是讲哦，一般拢咧享受尔，唔知影民间疾苦是啥物。另外一句俗话记咧，含这句话相像哦，食饭卡中午的人，食饭卡是啥物？咱讲哦，一个大碗内底边哦，咱讲拢是臭大的部分，但是有的人就是敢食这个内底，啊，迄个有臭味大吼，这个健脾的，伊说我爱食，拢是食上好的迄个所在。所以咱千万唔通做这款人啊吼。所以咱今日要透过这个饭来出啥物好料理的，咱就来做炒饭哦，用上简单的蒜头、葱啊、和豆油，就会当来完成啊。上重要就是吼，这个两甲卡的下几粒啊，真香真好食哦。好，即阵咱就准备材料啦吼，所以咧，咱先把这个葱啊吼，有这个葱啊头、葱啊背、葱啊这个青的这个所在，啊，这个部分咱等下就来做这个装汤。过来是咱葱啊背。过来是咱的蒜头。好，这是咱蒜头的部分。过来，咱就来敲呢。好，咱准备就把卵敲落去咯。咱这阵看到卵吼，已经小可咧噗噗噗啊吼，所以这阵的时阵，咱这时就当小可甲打一个咯。咱这个卵咧，是咱讲吼动物优先吼所奉用的这个卵吼，所以食起来。咱讲较心安，较好食。炒有到贵了哦，安怎？咱把这个蒜头甲拼入来，这头细蒜头，甲拼入来咯。同款吼，要来抢伊这个汤匙。即阵咱的庆饭吼，尤其咱讲炒饭一定要用这个假玫瑰，然后冰是冰箱过，吼，咱讲这个饭吼，食安尼粒较好食吼。咱甲拼落去，蒜头的香味就走出来啦哦。哦。这个时阵，咱就用这个蒸饭吼，把饭剁剁咧。好，这个时阵咱豆油就当拼入来咯。哇！哦，咱三句白色的部分嘛，当小可把煸入来，或者是要注意汤水啊吼。要无焦的所在，佮甲吞的，啊，咱千万豆油拢一盖下落，爱。豆做3盖，安尼下。哦，咱的炒饭就要完成咯。好，即阵咱就要来甲底盘哦，然后准备一个台湾的盐。好，这时阵呢，咱葱丸酱放盐哦，咱甲三下猪哦，放伫头顶一撮啊。哇！哦，你若是教囡仔炒饭咧。你买即款哦无盐哦，安尼甲底落去，啊，佫有台湾的盐，相信哦，咱台湾囡仔一定会做教的。台湾炒饭就是安尼，哦，有影哦，咱青林的台湾，哦，咱葱啊，嘛会当佫把它压去，哦，做一寡白去安尼。台湾炒饭就已经好食了，相信咱的台湾囡仔一定食了汤公公棒棒棒，食了过想要佫再食哦。别人的阿君是青色美乐，你听久啊，听到这个演奏性的去想到这首《青蚵仔草》。啊，若无想起《青蚵仔草》，还佫有一首阮阿歌的，我讲来去台东，过去是花莲港，这也一种流言。啊，佫在咱的小朋友的音乐课本哦，有一首这个叫做《一年》。终于有春天，这用功夫歌所唱，这也拢接受这个庆春金龙歌，咱的民谣。啊，其实咱拄仔你讲的，一年容易又有春天，要去迄落青蚵仔草，要去花莲港，这拢总是根据这首
咱台湾的民谣来改编的。我把这歌词吼读互大家听咧。一年过了又一年，冬天过了是春天，田底稻啊青变变，今年定着是丰年。水牛赤牛满山坡，饲牛囡仔笑山歌，青年男女白参图，顶区下区相照顾。哦，你来用这个歌词来学，你知讲啊，这个正正是咱台湾的民谣啦。今仔日有学着，离山看山势，离厝看主人意。到每一个所在，拢爱珍惜，咱才有好的环境。台湾囡仔轻松行，得好命，料理甲老歌，欢迎大家订阅甲分享，咱下一集再会。